Me Too 的运动继续拖，有一个伫正在间学校教册细只的美术教授，和学生指控讲，要去艺术上实际上是偏袒女学生。立委嘛要求教育部成立专线，提供受害者申诉的管道，扩大调查。看着我，他说：“你不是性感，你是可爱，你是需要被珍藏在玻璃柜里面的可爱。”讲到家己遭到性骚扰的经过，被害人非常的痛苦。伊伫立委协助之下举行记者会，出面指控一位捌伫经济经大学甲美术的姓贾教授，加着艺术翕相、练习人体画图、绘油，性骚扰女学生，连陪伴伊同齐到场的朋友也受害。一起参与的朋友，他又说：“你才是性感，你要不要跟他一起裸体被拍？”我当下其实也是很傻眼，不断的游说要不要裸拍，要不要裸拍，甚至不用再进出厕所换装，直接在拍摄的现场换装就好。对，我觉得这点就是非常的不尊重一个人。误会专家认为，互这位龙叔性骚扰的被害者真侪，多数人都唔敢讲，希望因会当勇敢站出来，也批评学校的态度伤过消极。都是10几年、20年、30年。10几年、20年、30年，这个学校里头，这个体制里头，没有任何人有机会发现这个事情吗？没有任何一个体制内的人会听到任何耳语而知道我们可以做任何的协助吗？教育部啊，我们应该要透过这个案子，严正的去思考，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加害者，没有一个人敢透过这个制度、这个机制去发声？这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性平调查机制对于权势下的受害者，真的没有任何足够安心信赖的安全机制。协助立委要求，教育部应该成立专线，也是专门信箱，提供受害者申诉的管道，扩大调查，唔通让被害人伫半暝家己哭。记者综合报道。